天子纯阳气金属性，黄猛盛性，皎皎荧光顶上现，炼气功无限去望，五脏的高峰，明日热烈，皇恩浩荡，狮子气龙泉道，连泉顿息养丹田，长生要诀贴成仙，华玉生神习万年，一显黄庭见远观，身性明朗天真地远，灵山宝地个人众，灵机顿悟超生死，观正于根，勤力手，玄中隐藏玄中显，两性炼丹无才现，万法归宗常妙显，勘探修身见本源。1984年，民国73年，天令岁次甲子元旦2。寸心印经处印了，高雄寸心印经处印了，内经处。麻豆大人是供奉观音佛祖，供奉观音佛祖。就在这栋很有特色的大楼旁边。